阿彌陀佛，願生淨土。阿彌陀佛，阿彌他吧是梵語，意義是具有無量光明和壽命的覺者。他的淨土是極樂世界，位於我們西方過10萬億個星系以外的地方。那裡的人民皆從蓮花中化生，他們相貌圓滿，永無身心痛苦，只有無量清淨喜樂，故名極樂世界。在這世界中，金銀琉璃作街道，寶樹成行了說法，七寶池盈功德水，池底金沙布滿地，樓閣皆以珍寶飾，雜色蓮花大如輪，微妙香潔放光彩，國土晝夜聞天樂，人人快樂無憂愁，於此修行無障礙，永不退轉必成佛。阿彌陀佛曾立誓言：若有眾生稱念其名號，並自成發願，願生其國，定可如願往生。唯除犯了5逆罪和誹謗佛法的人，是故十方諸佛菩薩皆隨喜讚歎阿彌陀佛所發大願及其淨土功德，又稱念阿彌陀佛名號，向他祈禱有無量利益。略說如下：諸佛日夜守護，怨敵不能加害，得安穩快樂，夜夢吉祥，消災滅罪，卻病除患，容貌鑽佳，福慧增長，壽命延長，超度亡者或動物，令生淨土。臨命終時，若能一心不亂念佛名號，便可轉生極樂世界。一切從緣生，緣散還歸滅，緣生故性空，於中無實體。譬如鏡中像，光鏡密為緣，清晰縱可睹，於中無實體。亦如世上人同具身與心，身分百器官，心念瞬間變。因緣暫和合，無實為假名。世間雖幻有，因果甚分明。善惡智樂苦，如影跟隨形。宇宙自然理，擊物變法生。因果源於心，萬法隨心轉。一切唯心造，若要永離苦，常懷慈悲心，常念阿彌陀，心光盡顯時，便達諸佛境。念念阿彌陀佛，開顯本有覺性；念念阿彌陀佛，喚醒自性彌陀；念念阿彌陀佛，契入心中淨土；念念阿彌陀佛，普利一切眾生。阿彌陀佛即是無量光明的覺性，此覺性遍滿虛空，是宇宙萬物的本體，是永恆的生命，是永遠的寧靜安樂，是你我心念知覺的來源。一切眾生本來共享此覺性，但我們因有自我的概念與執着，覺性之海洋便變成自我的小水滴，生死輪迴從此開始。大自然有生住壞滅的現象，有春夏秋冬的遷移，有風雨陰晴的轉變。大自然對此種種不起取捨執着，故能恆常潤澤萬物，使身心不息。我們因為有我執，並對生命中的所有事物常起取捨執着之心，因而產生喜怒哀樂等情緒，由此而行善惡事，令因果報應不斷循環。若要返本還原，我們只要將自我忘掉，讓穿衣、吃飯、工作、睡覺等現象自然進行而不起取捨心，享受生命中的所有事物而不執着，萬事皆隨緣，平等是一切，善待他人如待己，人生如遊戲。就這樣，你的心便會漸漸變得寧靜、安樂、開朗如晴空。當你的自我徹底融化時，覺性之海洋便會展現，你便到達了諸佛的究竟淨土。假如你未能做到這，請常念阿彌陀佛名號，向他祈禱，便可漸漸相應。一切無真實，如夢如幻化，世上眾事物皆為心所現。阿彌陀佛即是無量光明的覺性，此覺性遍滿虛空，是宇宙萬物的本體，是永恆的生命，是永遠的寧靜安樂，是你我心念知覺的來源。一切眾生本來共享此覺性，但我們因有自我的概念與執着，覺性之海洋便變成自我的小水滴，生死輪迴從此開始。大自然有生住壞滅的現象，有春夏秋冬的遷移，有風雨陰晴的轉變。大自然對此種種不起取捨執着，故能恆常潤澤萬物，使生生不息。我們因為有我執，並對生命中的所有事物常起取捨執着之心，因而產生喜怒哀樂等情緒，由此而行善惡事，令因果報應不斷循環。
若要返本還原，我們只要將自我忘掉，讓穿衣、吃飯、工作、睡覺等現象自然進行而不起取捨心，享受生命中的所有事物而不執着，萬事皆隨緣，平等是一切，善待他人如待己，人生如遊戲。就這樣，你的心便會漸漸變得寧靜安樂、開朗如晴空。當你的自我徹底融化時，覺性之海洋便會展現，你便到達了諸佛的究竟淨土。假如你未能做到這，請常念阿彌陀佛名號，向他祈禱，便可漸漸相應。一切無真實，如夢如幻化，世上眾事物皆為心所現。阿彌陀佛即是無量光明的覺性，此覺性遍滿虛空，是宇宙萬物的本體，是永恆的生命，是永遠的寧靜安樂，是你我心念知覺的來源。一切眾生本來共享此覺性，但我們因有自我的概念與執着，覺性之海洋便變成自我的小水滴，生死輪迴從此開始。大自然有生住壞滅的現象，有春夏秋冬的遷移，有風雨陰晴的轉變。大自然對此種種不起取捨執着，故能恆常潤習萬物，使生生不息。我們因為有我執，並對生命中的所有事物常起取捨執着之心，因而產生喜怒哀樂等情緒，由此而行善惡事，令因果報應不斷循環。若要返本還原，我們只要將自我忘掉，讓穿衣、吃飯、工作、睡覺等現象自然進行而不起取捨心，享受生命中的所有事物而不執着，萬事皆隨緣，平等是一切，善待他人如待己，人生如遊戲。就這樣，你的心便會漸漸變得寧靜安樂、開朗如晴空。當你的自我徹底融化時，覺性之海洋便會展現，你便到達了諸佛的究竟淨土。假如你未能做到這，請常念阿彌陀佛名號，向他祈禱，便可漸漸相應。一切無真實，如夢如幻化，世上眾事物皆為心所現。